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的北投，在去年7月发生着随机杀人的事件。有一个20岁少年呢，甲朋友驱离在巷仔口咧修理机车，结果有一个人啉甲醉茫茫，骑车经过，看这个少年的袂顺眼，先出手共叫，所落去是举家私出来共攻击着阿妈棍。警察赶到地，甲人压制。加在少年的无真要紧，啊嫌犯防判刑5个月。 监视器翕到这桥头摆骑士并物件举家私，踮踮行到电条边啊，这两个伫修理车的少年人表反应一秒，这个骑士就举家私甲因插，双方就发生冲突。这个桥头的人佫将人二壁讲，来，东西放下，东西放下。 警方赶到现场了，伫边的巷仔看到这个骑士手举家私，大声伫甲喊。 趴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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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来警方冲进前，将人二涂骹，将家私抢起来。这个犯人的骑士规身躯拢臭酒味。修车修到一半，竟然被陌生人持利器来攻击。而这里呢，是在台北市北投区的大渡路上，位在知名的关渡宫附近，而且这附近全都是住宅区。深夜的巨大声响也吓坏了不少居民。 代志发生伫去年7月半暝11点外，这个嫌犯真正有够大胆，举家私杀人。当时这个姓詹的查甫人甲因朋友，规伫巷口修理乌多摆。这个姓杨的嫌犯经过时，莫名其妙对因大细声了，骑车离开，后来佫骑翻头，举家私甲因攻击。第四，姓詹的查甫人，不过呢有几多刀伤，嫌犯被判5个月。了解真男与黄贤互不认识，那黄贤被警方逮捕后，那发现其浑身酒气，经酒测值为0.2，那后续有依 酒驾来自胆举发，全案询问后，依伤害及杀人未遂罪嫌移送侦办。嫌犯啉酒醉，可能是心情歹，随机杀人。加在警方赶到现场，将人抓起来上班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